好，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復活節快樂！咁我哋喺呢個時候咧，大家互相講聲復活節快樂先嚇，同你側邊。係。嗱，今個咧主日係復活主日，係教會應當咧非常開心慶祝喺主日，因為教會得以成立同埋發展，罪人能夠蒙赦免得生命，全賴聖子上主嘅代贖，為人犧牲。亦都咧喺死裏復活所致。嗱，第一世紀嘅教會咧會以乜嘢方式去慶祝復活節呢？其中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熟悉嘅就係派復活蛋。咁點解要派復活蛋呢？因為咧呢個雞蛋表示着一種咧能夠破殼而出嘅生命力，正好咧就形容耶穌喺死裏復活走出墳墓嘅大能。弟兄姊妹唔單止攞蛋之後咧，都會有一個互相相遇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咧係彼此呢個蛋係碰蛋咁當主動一方碰另一方嘅時候咧，就會話主耶穌復活咗啦。跟住咧另一方就會和應主耶穌真係復活咗啦咁樣咧嚟到去一同開心嘅感謝神。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邊碰蛋而裂，即係帶出嘅裂縫，其實係反映咗一個突破。喺復活節我哋都可以反思一個嘅生命嘅狀態，會唔會喺我哋喺主嘅復活大能之下，我哋自己或者教會都可以有所突破呢？今日聖道同大家分享嘅題目係功不可沒復活嘅組織，其實咧係承接上一講充滿熱忱嘅靈性嘅延續。上次嘅分享提到我哋信徒嘅生活需要有熱誠，原因呢就係我哋其實我哋嘅存活就係一個恩典嘅明證，就好似昔日以賽亞先知，佢呢係被炭火煎口，因此生命得着潔淨。因住咁嘅緣故，以賽亞呢就帶住恩典，凡事尊榮主嘅道，喺當時代為神作見證。今日我哋嘅信徒，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喺日常生活我哋披戴基督，神係會保守我哋，使我哋能夠熱心為善，使我哋他日能夠光榮嘅見主面。大家近來嘅信仰有冇熱心為善呢？嚟到今日主日，我哋一齊嚟到去思想第四方面使教會健康同埋增長嘅特質，就係關心到呢一個嘅所謂功能健全嘅組織。當中所提醒嘅就係因教會喺地上我哋之前有講過使人得力嘅領導，恩賜為本嘅侍奉，又講過呢我哋要有熱忱啦。但係教會嘅組織同埋管理有啲咩留意，以致我哋可以健康同埋增長呢？就係講到提到呢，我哋要留意喺教會裏邊會唔會我哋都已經開始有少少係即係冇咗計友啦，硬晒太啦即係話呢，我哋組織開始缺乏咗動力，甚至呢出現一啲僵化嘅狀態呢咁呢個呢，就係所謂功能健全嘅組織所關心。特別係今日復活主日，就讓我哋嘗試透過今日主耶穌復活嘅生命嘅信息，讓我哋睇下呢個復活同教會嘅關係。特別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對教會組織有啲咩啟迪呢？求上主引導我哋今日學習。請我哋先喺主面前一齊禱告。哈利路亞，讚美主！你係昔日喺地上傳道，為人犧牲受死，第三日竟能從死人中復活嘅神。主啊，你係騎驢進城謙卑嘅君王，亦都係統管萬有嘅主，係滿有榮光，但卻係愛顧世人嘅神。就讓我哋今日喺你面前跪拜，亦都聽主你自己嘅聖道。願主再一次提醒我哋，讓我哋能夠藉着你自己嘅話語，藉着聖禮得着造就，引導呢眾羊群進入真理當中。感謝主，以上嘅禱告奉主名求，阿門。聖經以弗所書1章23節，保羅提到呢咁話：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保羅喺呢度講到，唔係一個嘅比喻，乃係一個對教會一個定義性嘅說法，就係話教會係啲乜嘢呢？教會係基督嘅身體。或者大家過去嘅認知都聽過，當提到身體嘅時候，喺教會自然就會講到一個肉身嘅生命肢體嘅連結。例如我哋會話基督係教會嘅頭，教會係肢體，
因此教會對於基督你當係順服，因為佢係我哋嘅頭。而弟兄姊妹之間就好似肢體咁樣，我哋係會各有不同，但係因為喺主裏邊，我哋血脈相連，我哋呢係要彼此欣賞、接納同埋成長。嗱，所以提到身體，我哋其實傾向呢會咁樣理解，就係一個呢血肉嘅身體互為肢體嘅關係。但係保羅喺以弗所書今日經文所講，基督嘅身體所着重嘅唔係呢一方面，要凸顯嘅就係一個嘅本質上嘅認知。教會係基督嘅身體，唔單止係一個肉身嘅身體，更加強調呢一個身體係一個復活嘅身體。嗱，保羅今日讀嘅經文以弗所書1章15至13節就充分希望當時嘅弟兄姊妹明白呢一點。嗱，我哋點解保羅咁強調呢一個嘅教導呢？咁我哋先要了解下以弗所書呢一個嘅書卷嘅背景。嗱，以弗所書喺使徒時代呢，可以話係一間改邪歸正嘅教會。所謂邪嘅意思係咩呢？就係話喺當時位於羅馬帝國亞細亞省嘅呢個以弗所嘅首都啦嚇。不論經濟、文化甚至宗教呢，都有着領導嘅地位。喺當時呢，整個以弗所城其實都以信奉亞底米女神為榮，因此呢，係相關嗰啲偶像生意呢，喺當時嚟講呢，係非常之蓬勃，靈界嘅勢力呢，係十分強大，甚至呢，喺整個羅馬帝國以弗所嘅地方出名啲咩呢？就係用以弗所文寫嘅符呢，係靈啲嘅。大家你想知啊，即係去嗰度就買符以至呢，就可以平時呢，就即係睇門口或者乜嘢啦咁嗰啲嘢嚇。我哋睇到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以弗所黑暗勢力係可想而知。使徒行傳第19章就係記載保羅去到以弗所呢個地方嘅宣教。神藉保羅嘅手行咗好多非常嘅奇事，甚至有人從保羅身上攞咗一啲嘅毛巾或者圍裙，單係喺保羅身上攞咗呢啲嘢放喺病人嘅身上，病就退咗啦。惡鬼亦都因為咁樣而出。所以凡住以弗所嘅人，當保羅去到宣教嘅時候，無論係猶太人、希利尼人，都非常之懼怕。主耶穌嘅聖名喺當個地方呢，就係尊大。甚至咧，去影響嘅地步，所有以前即係畫符或者係呢啲相關嘅行業嘅人呢，都改邪歸正嚇，就將佢哋素常行邪術嘅呢，將佢哋嘅經書攞出嚟，就堆埋一堆呢，係用火燒咗佢。咁經文好清楚記載到呢，將呢啲嘅火燒嘅經書呢，加埋嘅價值有5萬嘅塊錢咁多嚇，5萬塊錢好多嚇。我諗大家想象即係都係咁啦嚇。非常之一個嘅龐大嘅數目。以弗所嘅教會就係喺主嘅大能之下改邪歸正，被建立起嚟。喺以弗所書，保羅其實好希望當日嘅信徒要充分理解上主嘅恩典，喺主裏邊係幾咁豐盛，鼓勵信徒要忠心嘅跟隨神，唔好因為昔日嘅風氣而重回舊路。喺呢段經文上一段嘅喺第1章1至14節。當保羅頌讚基督救恩，提醒信徒係蒙揀選，係父神恩典嘅命令之後，嚟到第15至23節今日嘅經文，保羅就咁話：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嘅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哋。呢個禱告係啲乜嘢呢？就係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父神榮耀嘅父，將那賜人智慧啟示靈賞給你哋。即係話咧，保羅好希望為佢哋祈禱嘅焦點係咩呢？就係願聖靈係親自教導佢哋，使佢哋真知道他即係知道呢個榮耀嘅父，唔單止係理性知道，第18節更加係照明你哋心中嘅眼睛，讓佢哋都能夠從生命心靈嘅眼睛裏邊睇到父神嘅偉大。睇到啲乜嘢？包括呢度有3方面。第一就係知道父神嘅恩召有何等嘅指望，即係話咧，大家嘅將來係有神嘅帶領。第二咧就係佢喺聖徒中得嘅基業，即係話咧，神會視呢班信主嘅聖徒係佢自己嘅資產，佢哋嘅基業係讓佢哋能夠擁有各樣屬靈豐盛嘅承繼嘅一群。
佢喺聖徒中得嘅基業有何等豐盛嘅榮耀嚇，即係屬神人喺主裏邊係幾咁豐富。第三，好想呢班嘅弟兄姊妹睇到知道嘅就係知道佢向我哋呢班所信嘅人所顯嘅能力係何等嘅浩大。嗱，呢個能力係乜嘢呢？就係第20至到22節嗰度呢，就是他照基督身上運行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升，坐在自己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嘅掌權，有能主治和一切有名嘅，不但今世，甚至來世都超越了。又將萬有伏在他腳下，使教會為作萬有之首。希望保羅嘅祈禱就係希望以弗所嘅弟兄姊妹能夠睇到神嘅能力，而呢個就係父神使基督從死裏復活嘅能力，亦都使基督能夠統管萬有嘅能力，係與呢個以弗所教會係同在。之後就話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保羅願意以弗所教會知道神嘅恩召，是佢哋係自己嘅子民，係承受各樣屬靈福氣嘅繼承者，自己係何等嘅身在福中，亦都願意佢哋看見神喺基督身上成就嘅大能。提到教會係基督身體，願意呢一個使基督死而復活、永恆統管嘅主，呢位大能嘅神係與以弗所教會同在。保羅係以基督嘅復活身體嚟到去定義教會，亦都希望以弗所嘅人知道呢一個群體本質係一回咩事。用基督復活身體嚟到定義教會，對當時嘅信徒嚟講係有一定嘅含義，因為主耶穌死而復活，對初期教會並唔係一個抽象嘅觀念。今日我哋可能提到耶穌嘅復活，好似咧係一個究竟係點呢？好抽象，因為我哋冇經驗過，冇睇過。但係對於昔日初期教會嘅信徒，佢哋唔係一個抽象嘅觀念，而係一個親身體見、親手接觸過復活主嘅生命，可以話咧係一個足以震撼一生嘅經驗。如果我哋大家想像今日主耶穌就喺我哋此刻向我哋顯現嘅時候，我哋能夠睇到主耶穌嘅生命喺我哋眼前，我哋能夠摸到，然後話教會係我嘅身體，我相信大家嘅印象係好唔同。呢個就係嗰個當時弟兄姊妹嘅感覺。主耶穌復活係一個嘅事實。記得喺2022年，兄弟就以遇見復活主為題嚟到分別同大家透過3段嘅經文嚟到去認識復活主嘅記載。第一段呢係馬太福音第28章，最先知道主復活嘅係抹大拉嘅瑪利亞，同埋耶穌所愛嘅門徒使徒約翰。之後第2段經文呢，就係路加福音第24章，兩個去以馬忤斯城市嘅門徒。大家都知道經文，當佢哋一路行嘅時候，主耶穌同佢一齊傾偈，但係佢認唔出但係當到主耶穌同佢坐席嘅時候，主耶穌拿起餅嚟祝謝咗，擘開遞俾佢哋嘅時候，喺個時候佢哋眼睛就明亮，就認得出呢個就係耶穌啦。第3段主耶穌就係響提比利亞海向門徒顯現。耶穌今次顯現嘅一個形式比較特別，就係係為門徒煮早餐。當佢哋一晚打魚之後，好攰好辛苦喎，咁見到岸邊，咦有個煮早餐嘅，咁買食啦咁，原來係主耶穌嚟喎，咁樣嚇。咁呢3個嘅片段，喺第3個嘅裏邊亦都有大家熟悉一句話，就係主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喺呢個系列分享當中，記得上次我同大家去睇遇見復活主嘅時候，特別嚟到去留意復活主嗰個模樣。雖然呢個顯現過程裏邊，我哋睇到主耶穌仍然係昔日愛顧嘅耶穌，但係喺唔同嘅經文裏邊呢，都係卻係更加顯出主嘅神性，讓門徒睇到主嘅超然，即係話有時主突然出現，但係主耶穌又突然消失。
好似係一種咧唔受時空限制嘅生命。嗱，3次嘅遇見經文都均以顯現嚟形容，說明咧呢個已經唔係一個肉體之身，係一個咧好值得我哋留意一個復活嘅存有。嗱，究竟耶穌復活身體係點樣嘅身體呢？近代學者就有學者咧係研究唔同復活嘅經文，嘗試咧去了解。其中咧有一個係 Kenda Moss 喺佢嘅著作Divine Bodies Resurrecting Perfection in the New Settlement and Early Christianities 嗰度咧嚟到就同我哋帶出一啲參考。嗱，Moss 咧就係一個好有心嘅新約學者，特別咧去響耶穌嘅復活身體裏邊，佢又綜合唔同嘅經文，就研究得出一個嘅結論，就係話咧主耶穌復活身體可以話咧一個被神嘅靈轉化咗嘅身體。門徒雖然係看到主耶穌身上係仍然有十字架上嘅傷痕大家記得咧，主耶穌話：你多馬嚟摸下我啦我仍然係有傷痕。但係咧，佢嘅身體卻係已經係變得不朽壞、超然而永恆。嗱，所以話初嚟教會，如果用基督身體嚟到定義教會嘅時候，相信佢離唔開對呢一個復活身體嘅認知。喺呢個復活身體印象上邊嚟到理解，教會係基督身體係一回咩嘅事呢？嗱，就住咧，單係呢點已經係我哋喺現今教會咧係好值得去細思同埋研究。其中引申嘅比較直接，如果我哋真係用基督復活身體嚟到形容教會嘅時候，我哋就自然會想到或者知道教會嘅存在係一個咩存在呢？我哋就係一個能夠勝過死亡、勝過黑暗嘅權勢，係一群舊事過都變成新的了，與世俗不同，甚至係超越萬有因為呢，剛才經文話教會係他身體，而整個嘅身體係站立於萬有之上即係教會係超越咗萬有之上，我哋叫做身體。唔單止係我哋勝過黑暗權勢係更新，並且唔同世俗超越萬有之外呢，我哋亦都係一個唔會朽壞、充滿咗神聖而永恆嘅存在。當然復活節復活嘅身體，我哋亦都睇到喺主耶穌身上有受傷刺死嘅印記，係我哋一生係要紀念。如果我哋話咁樣係基督身體嘅時候，呢個大家昔日有冇諗過呢？當我哋第時再提教會係基督身體嘅時候，會唔會呢啲內容都成為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同埋對教會一個重新嘅認識？呢個係第一點，我哋值得繼續去留意。有機會呢，我哋聖安堂8週年嘅時候呢，我哋就會以建立基督身體作為一個嘅主題，願意我哋喺嗰陣時候呢，就係繼續深化呢方面嘅認識，求上主帶領我哋。我哋話喺呢一個咁嘅認知底下，我哋去理解有關嘅結構，其實有啲咩啟示呢？我哋教會裏邊嘅運作點會有啲僵化咗啊，或者有啲嘅已經失去咗效力。透過我哋話咁認知基督身體嘅時候，會唔會帶嚟一個啟迪呢？我諗喺經文當中有兩方面係好值得我哋去留意。第一方面就係我哋話，當我哋係復活身體嘅時候，我哋嘅結構係應該有復活嘅結構。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嘅係一個主權嘅超越性。經文第10節佢話：神唔單止使基督從死復活，復活主同時喺第20至21節，保羅提到天父咧係叫復活基督係叫佢從天上在自己嘅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嘅、掌權嘅、有能力嘅主治，一切有名嘅，不但今世，連來世也都超越過了。呢個對以弗所嘅教會同埋現今教會，我相信呢係非常之重要嘅提醒。對以弗所教會，可能佢哋會仍然覺得自己喺一個黑暗嘅權勢風氣裏邊，但係呢一個嘅復活身體就係讓佢知道佢哋已經喺呢個嘅權勢之上，因為喺基督主權裏邊，佢係超越呢啲嘅種種嘅誘惑、種種嘅勢力，係能夠喺主嘅蔭庇裏邊嚟到有主嘅統管。對於現今教會嚟講，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提醒。或許今日我哋未必係好多所謂啲靈界困擾，但係我哋喺到香港教會或者好多教會喺地上，我哋有時都會為到發展
離唔開我哋都教會好少時咧都會同人打交道。我哋咧會同人建立關係，有時不自覺咧，我哋都會我哋留意下邊個話事啦，邊個有錢啲啦，邊個有權啲啦。於是教會咧就拍埋去，亦都咧希望多啲有呢啲嘅能力嘅人喺呢度，以此咧我哋能夠咁樣就係一個方法，我哋咧可以讓教會能夠依靠啲嘅能力，使教會能夠幫助起嚟。呢個可能我哋有不自覺都會喺我信裏面有呢種微細嘅意圖。嗱，近來咧，我哋就喺聖道行，我哋讀以賽亞書，相信咧大家有睇嘅時候，特別咧我哋有呢個導讀班嘅弟兄姊妹，我哋大家生明昔日以色列猶大君王最大嘅盲點，就係喺佢哋嘅自覺裏邊係過分依賴人，甚至咧係依賴別國嘅偶像，無視上帝嘅能力，冇專心去尋求神，亦都唔相信神係會幫助自己。嗱，如果我哋話基督教會係基督復活身體嘅時候，我哋當知道主基督已經超越一切權柄。我哋冇錯，我哋的確咧係會有唔同人嘅合作，但係我心裏邊好清楚，我哋係唔會依附喺嗰啲嘅人嘅同埋政權嘅能力當中嚟到去依靠佢哋。因為教會有基督作主，佢係有佢嘅主權，我哋可以100%咁樣相信上帝嘅能力係帶領我哋，係我哋可以完全信靠嘅位。呢個係第一方面喺復活基督裏邊，特別喺組織建構裏邊俾到我哋提示，喺主裏邊我哋係有超越性。第二方面咧，我哋可以帶嚟一啟迪嘅咧，就係呢個嘅復活嘅身體嘅組織咧，其實係一種嘅充滿能力嘅生命嚇。一講組織，有時我哋都會會唔會有啲制度似乎咧一啲嘅章則條文，好似有啲僵化咁。但係如果喺復活基督，我哋咧係一個嘅咁嘅身體嘅時候咧，應該被提醒，我哋係應該係充滿生命嘅能力唔好讓我哋嘅教會係變得僵化，不思進取。記得喺上兩星期咧，區會副總講嘅事，金常牧師就嚟到我哋當中分享主嘅話語。當日特別分享咧係以西結書有關咧枯骨點樣變成有靈活人嘅形象，再提醒咧教會唔好怕面對死結即係唔同教會咧可能有唔同嘅困難有啲死結，但係咧相信神係有能力改善問題、活化帶嚟活化嘅神。我哋就可以咧能夠靠主嚟到重獲呢個充滿能力嘅生命。過去咧我就同一啲牧長交流教會嘅現況睇到咧觀察到有時教會無論弟兄姊妹教同工，有時都會陷入一種跟風嘅狀態。咩跟風嘅狀態咧？就係當教會見到其他教會或者隔離教會有啲嘅發展得幾好喎，有增長喎，於是咧就好想去取經。希望咧能夠就係 copy 其他教會一啲嘅管理啦、發展啦，以至咧都希望能夠喺自己教會裏邊咧去用得着，去帶嚟改善。咁我哋話有時呢啲嘅組織或者管理咧，的確我哋好多時咧都需要係經常有啲嘅整理優化，以至我哋運作更加暢順，弟兄姊妹咧更加得力。但係往往關鍵嘅慢慢觀察，即使係 copy 咗、跟咗，可能都個效果係咁喎。咁究竟最關鍵係咩呢？咁最尾都係得出一個結論，最關鍵呢就係侍奉者本身。喺教會服侍嘅弟兄姊妹，願唔願意心意更新而變化，依靠上主嘅大能嚟到行事呢？有時教會嘅發展最大嘅障礙，往往就係喺我哋當中弟兄姊妹，我哋有啲嘅個性嘅問題，好難喺裏邊能夠有所更新成長，以致我哋讓上主嘅大能充滿我哋，使我哋能夠發揮呢個生命嘅能力。復活節正好係一個機會，讓我哋教會嘅群體嚟到去反思我哋嘅服侍係咪有主嘅能力去運行。特別當我哋咧係覺得我哋其實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啲不足嘅地方，我哋就求主帶嚟更新，帶嚟突破。好似剛才所講咧，碰一碰雞蛋裂縫願我哋都能夠係破殼而出，係有新嘅生命。當人願意順從聖靈而行，相信
呢間教會不單係能夠活化組織，甚至可以一個 transforming 係咧有一個更新嚇喺組織上面係帶嚟更新。嗱，基督嘅復活，其中咧係其實見證緊一個真理，就係咧係人睇嚟不能嘅，但係神係可能。就好似今日讀嘅另一段經文，以賽亞書43章19至20節，喺審判之後萬象更新嘅時候，神就話：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我必在曠野開路，在江河在沙漠開江河。世人都以為喺曠野同埋沙漠裏面有開路同埋有流水係唔可能嘅發生，但係神話我要做一件新事，我能夠喺曠野裏邊開道路，喺沙漠裏邊唔單止係流水，甚至我可以係開江河。喺神裏邊冇難成嘅事。對於個人有冇一啲成長嘅障礙，弟兄姊妹係覺得我哋冇辦法去改善呢？又或者喺呢個時代教會嘅發展，我哋面對一個咧好貪婪好多嘅詐騙嚇，甚至咧喺世界上面好多權力嘅鬥爭好多嘅戰火嘅衝擊底下，對於福音，我哋係咪覺得人已經好難聽得入耳呢？在神沒有難成嘅事。兄弟有時咧都喺聖安堂服侍，有時我自己都唔知道我有邊度嚟嘅信心，有時總係覺得神咧係會為聖安堂做一件新事。喺之後好似咧一個聖經度講一個嘅道路會開咗道路有江河咁樣使人得福，就讓我哋都一同靠住主嘅前行。願天父使基督死而復活永恆統管嘅萬有嘅大能運行喺聖安堂當中，亦都願呢個大能咧係與每一個弟兄姊妹同在。請我哋喺呢時候一齊祈禱。親愛天父，感謝你帶領我哋喺復活主日裏邊嚟到去睇到上主你榮美。主啊，你嘅復活係見證咗上帝嘅大能，亦都俾我哋睇到一個真係可以足以震撼我哋一生嘅圖畫。主啊，求你嘅靈繼續讓我哋看見，真係看見主你嘅復活嘅榮美，以致我哋能夠懂得點樣去睇教會，點樣去嚟到去睇使命，特別喺呢個黑暗權勢嘅世界上邊作你光明嘅見證。多謝主你今日嘅同在，多謝你嘅話語，禱告奉主名求，阿門。